以前成日都覺得人哋去嘅旅行永遠都係最靚，但係大個咗之後發現靚嘅未必係個天氣，而係旅行嘅經歷。廣島係我旅行嘅 bucket list，最期待咧係去呢個嚴島神社。結果一落船咧就狂風暴雨，我個心情咧跌到落谷底啊！當雨停咗嘅嗰一刻，我即刻衝去呢個海上鳥居度影相。雖然唔係好似預期之中咁完美，但係等到雨停嘅呢一刻，覺得自己賺咗好多。好快咧又再落大雨，我哋就去咗呢一間宮島好出名嘅蠔屋，嗌咗佢哋嘅招牌 set。個人推介熟蠔係比生蠔更加出色噶。食完飯呢，雨又開始停啦，於是即刻衝去紅葉谷公園，淋濕晒嘅紅葉咧，擰下擰下都幾特別嘅。搭船離開嘅時候咧，竟然太陽就出翻嚟啦，好似呢場雨咧整定係我旅程嘅一部分咁樣。夜晚翻到廣島市中心，食咗一間超高質嘅廣島和牛燒肉。入口嘅嗰一刻，我發現今日嘅壞天氣咧已經唔再重要啦。廣島嘅和牛咧係有嚴格嘅審查嘅，叫得廣島和牛咧一定係高質噶。廣島和牛咧有一種好獨特嘅香味。呢間餐廳咧仲會用日本雞蛋整成一個泡沫醬，放喺和牛上面食，超好食。經過呢一日，我發現原來旅行唔一定要完美嘅天氣，反而呢啲壞嘅天氣先至襯托出更多更靚嘅事物。你又有冇呢啲天氣不似預期嘅旅行故事呢？留言同我分享啊！中意嘅記得 like and share，下條片再見，拜拜。